人心中爱做你。他之前来也是那种神话一哥，对啊，然后不太讲杨拱的，秋啊，杨来，觉得加拿大回来就很屌。对，没有，但是你讲的。编曲型，啊，年呀高型，尚没型，高尚没型，又很有啥？哦，加前面两边编曲型，啊，年，还是同样高的。曾經係對你講過了係這敷衍嘅結局，等等的飛天的去。愛曾經講過，假使有意義，愛就愛離開你面上不有母子。但我用伴來天子再次相遇，愛用伴做地，放下所有非議。本愛再看看你，本愛再講愛你，莫將你背揚你。分手直接講分手，沉默講表唔起，就本嘅飛，天嘅隨風起。可能愛會唔記得，可能愛會較相依，可能伊無嘛解，可能。落嘞，哎呀，係唔係落嚟啊？哎呦，你看安尼節目當中，還啲海鮮呐，還啲潛動作安尼厲害參賽者安尼節目，所以當中嘅時間呢，安尼製作單位特別計劃，哦，也是非常精彩嘅，好睇好看嘅節目嚟俾大家看。冇錯。所以今日有請到安尼之前嘅參賽朋友啊，其實特別打扮啦，表演俾大家看。冇錯，哎呀。非常期待嘅，今日歌曲吼，大家全部動熟咯，動熟詩，一聽就彈過，都會唱嘅，一定會彈過，冇錯，本大家經典回味，但是還有啲比賽細緻啊，有哦，根本有兩吹哦，好，所以按有唱嘅呢評審欣賞，有，好，評審欣賞不要啲有唱出來，你嘅70位先生，哎呦來了，哎呀歡喜着，人生短短，手槍地到了，有時輕苦，有時動煩惱，門愛倒帶，都是有乜嘅法寶，愛為老你講，乜嘅啊？歡喜就好，歡喜就好，哦耶，歡喜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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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喜就好，我歡喜到幾兩時？三類歡喜小咖喱。我對你的愛永遠不變，也很應該了解愛情愛你。有一天是愛總得肯定，愛絕對不會對你改變。愛對你的愛永遠不變。也很應該了解愛情愛你，有一天是愛做的決定，愛對你的愛永遠不變。太自家胖胖寬，英文的經典嘅歌誒，真的個不會錯歌。我們好國際化，跟世界接軌。我覺得英文歌改成客語也其實有另外一種韻味，非常好聽。是，很讚，沒有違和感。三類最後一位，你愛卡拉嘅曉念琪。用盡了思想心機推理愛情，最難改名。會唔會你啦老愛強用在電台語句愛念語？
我说，哎，太阳这首歌也可以改成客语歌。不是，这是想见你。哦，这想见你啊，这不是太阳。爱只想做你给你跳。为什么两首歌傻傻分不清楚哎？很怕，很怕，都在教育他。所以这个旋律好听的哈，你不管什么语言搭上去，真的都好听啊。真的哎，真的。所以难怪曲可以流传这么久。对啊，对。今每堂讲啊，你比说有奖金呢，有奖金呢，有奖金哦。哦，迄无其他的比嘛干哦。系啊，没系啊，他都已经牺牲成这样了。奖金怎么来啊？哎呀，1万元，1万元的，1万元不错了啊。哎呀，不无小补了哈。以后现在经济也不好，不是很好，对不对？哎呀，逢疫期间嘛哈。对对，哎，那我闹热组有谁哈？请举手好来。闹热组的。谁来就代表谁来啦？系啦，还有就係擂台組的啦，講嘅細阿妹，還有細阿妹嘅阿妹，嘿。阿你都馬上就變落去啦，好，有請那個鬧熱組 TV 啊 ，TV 從遠帶來賣醉，賣醉，這也是經典歌曲來的，坦白。爱情不如意，一时才来想袂开。你明明知影，阮袂当无你，也是了心做离去。恋的是甜言蜜语，变心的是无讲理，叫我要安怎才会离？演去演去，惨酒甲啉落去，希望最后将伊放袂记。人心中爱做你，纯爱伊才心伤悲。你小暖身阳，爱痴心恋意，不离了比来比。爱对你心真情真意，你对爱情虚情假意，比你爱暗夜无知吹。想伊也念伊，讲酒强下啉醉，希望水相爱袂难电意。真情真意，你对爱情虚情假意，比你爱暗夜无知吹。想伊也念伊，碰酒强下啉醉，希望水相爱袂难变意。哎，罗哥，这歌是在你好，1987年的8月吧，1988年8月吧。我还在上辈子的时候，你那个还在游泳，还在游泳，还宝修嘞。没有，爸爸还没认识妈妈那时候。哦，真的对啊，都还没，没完结啦，还没啦。对啊。因为我想讲创业条经典歌。没俩挑够 Q， 我跟你讲，是那时候我来闹业大理推的时候，第一期跟你录影的时候，我就 Q 到这首歌曲。
哎呦，因为我觉得你是我的偶像嘛，你就故意要考我嘛。我是你的偶像啊！对啊，你不是住加拿大吗？哎呀，加拿大都听你的歌啊，糖捏过啊。加拿大也有人有哦，年轻人听我的歌名扬国际的什么地啊？那你真的是很加拿大的南部，南部的这公哎呀，那时候你就怀疑我嘛，你就说，如果我是你的偶像，那我有哪些歌？第一条够我就考你，对不对？对啊，我是讲买醉，买醉，我是讲爱红应该录音乐吗？叫我要安怎才会你？演戏，演戏，哦，在跪靠，还在跪靠了。对。你说那个制作人说一定要打下去，对。那你有后来有学到吗？有啊，一直听你的歌啊，听了不下1000遍了。对啊，真的啊。哎呀，听到耳朵都长茧了。那你有爱上我吗？有啊，所以才一直来录影啊，就是因为你啊。那我在旁边干嘛？没有，也慢慢爱上。我先下去了，2位。这是旧爱啊，这新欢。那一把糖冲来狗按不过这个歌这样改编成汉语又有另外一种风味啊，对，比较有新台语的那种。对啊，冲都用版呢，哎呀，评审讲哦，你们有没有公平哦？对啊，公平啊，对。哎，请这位先生。唱拳迄，你好，唱拳迄的比赛哈，看了几俩的比赛可以是比赛嘞，的脑杯俩几家有几家一片天空，线数，我觉得他现在还有在戏剧电视台主持节目呢，主持啦，冲啦，他现在也能担当一面。所以就是看到他们这样有一些发展，我们其实也很开心。就像罗大哥讲的，罗大哥看按导演比赛来嘻嘻哈，其实是很欣慰的。你看你唱歌的哦，我觉得他是很坚持自己风格的一位线数，来之后给进步注意他们打歌曲，给他客家话讲了越来越好。你俩敢讲，真敢讲。当然对那首歌曲来讲，他之前来也是那种神话一哥，对啊，然后不太讲，觉得加拿大回来就很屌。对，没有，但是你讲的是害羞，看到你害羞，对，看到偶像害羞，而且他完全颠覆我对加拿大朋友的穿着。南部，我觉得你很棒。对那首歌曲嚟講，對演唱人嘅條件嚟唱歌，其實有壓力呢。哦，我有。特別係你替邊人唱學路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你有很強大的心臟，然後那個叫我為安裝，我覺得那個真的做得很好。真的嗎？真的，就是年輕的學到有，我覺得很棒。這首歌的精髓就 DDRV， 是 DDRV， 哎，各種行業方啊，知道好像一點都沒有違和感呢。沒有啊，對不對？完全沒有。我覺得賺1000賺了大敗衝撞沒改樣我看到你的成長，其實我也覺得很開心。當初在台上要求你的，然後出去外面就發揚光大，我覺得真的很棒。今天表現當好，好了，還要看一下幾個分數。看一下陳崇權腦捏吹嘅分數。3位先生平均起來嘅分數係94分。哎呦，恭喜哈！恭喜，腦捏吹做得嘛？你感覺咧？你原唱啊？是都有較高調嘅啊。好了，94分，當過了，當過了。你100分了？沒有啦，這歌曲啊，說真的它就像一道菜一樣，每一個廚師他料理他都有他自己的特色，豐盛猛庸庸，哦，對吧？唱歌也是一樣啊，每一個人唱歌的方式，詮釋的味道都不一樣。你就是加拿大風啊，加拿大南部風，加拿大南部風。對，好了，加油！有空就來節目了，好不好？好，沒問題。加來了，阿姐，謝謝。好了，回座休息哈。腦捏吹 TV，你注意這經典歌，所以今日他個全部糖都當經典的歌曲，各一邊都客家歌，我運用的咪絲咧，好來。沙雷嘿，你雷推吹耶，好來。西亞摩的兩 V 啊，出來就聲勢驚人啊！童文成、伊蟲蟲帶來隱形的翅膀的客家話有冇？哎呦，空意來嘅意感嗎？樣型的意感，樣型嘅意咧，聽下來聽。
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爱终于悲向，用心牵梦不思量，爱比爱有风秋比烟呐。理想决定，拥有长长的一天。你看见，当你的世界没我有变化，爱的呀，爱一直用送空间给一个，对爱变，不爱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爱终于悲向，用心牵梦不思量，爱比爱有风秋比烟呐。隐形的翅膀，让梦很久比天长，留一张眼不觉感，想象。哎呀，同温层啊！你用上个傻傻分不清楚了，哎呦还一起戴牙套这样，哎呦，从酒gang的共用，对，一看也知道她是姐姐嘛，黑吗？哎呀，用了3万枪，哎呀，之前马个名，就分别的名字，然后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哦，这样就可以分出姐妹。为什么要改名字？同文层，因为其实 Andy 有一个想法，可以讲厉害，有堂讲客家嘅语言，但是没有流传下来给法，因为跟配的，对，然后其实我们也在寻找同文层，就是希望借由我们身边的年轻的朋友，其实知道客家其实也很美，你可以亲近它。他这个做的用他后期很大发。那研究结果呢，就是成功了。就因为我是读英文系嘛，然后学校同学是不会学英文，跟我讲说客家话怎么讲。哦，真的哦，因为后来妈赢了。好了妈耶！哎，对呀，哦，那这样就是很有成就感呢。对啊，反而不想学英文来学客家话。对啊，哎呦，不一样哦。所以我常常讲的嘛，你多一种语言，你就多一个机会啊。没错，对啊，这个真的很棒。就两 C M O 按有想法。嘿们，真的，这个现在说真的，客家的这些文化都要交给你们年轻人。对啊，老的都会退气嘛。我们要加油，加油！不要讲。好啦，对了，你们加油，真的要加油。加油！哦，一条歌哎，真的改编得很好，改编得很棒，和声也好棒哦。因为我现在一条歌的改编，隐形的翅膀，然后虽然其实这也是语言呐，就希望虽然是一个翅膀，然后带去每一个学生啊、老师啊，或者是年长的朋友都喜欢这个语言，各个不同的角落。对，然后这首歌其实疫情嘛，对疫情的关系，然后也希望每个人谢谢医护人员的帮忙，在第一线的支持，是亲友心。对呀。那隐形的翅膀，他跟安用讲，客家方用咪讲？我係凡看唔見嘅衣架，看唔見嘅衣架，看唔見嘅衣架，咩錯啦嚇？聽講空氣嚟嘅衣架，比較口語化，對，這樣比較對。較錯嗬，攞你客家話較直圈。隱形的衣嚟冇，
吃假饭，冲的当时真的公平。像你个那个谁，我搞的欣我非常赏。喜欢他们的演出，因为我觉得他们跟我的风格比较像，哦，是都是很清新的感觉，哦，所以就有私心就对了。同温层的感觉。没以为 C M 也给管黑吗？对，年纪也差不多嘛。对啊，对。那希望有机会可以帮他们做一些歌。哇，太好了，太好了，你被录影了，你知道？哦，真的。不是钱要剪来，遇到钱是你还要怎么发？有，他们最近好像听说有拿到一些这个很棒的补助，哦，容易，对，而且其实我们之前比赛就有遇到他们，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就演唱的和声都越来越丰富，而且更成熟，对，我觉得很棒。你觉得他们如果做起来会是客家界的谁？客家界的，这种清新的感觉，锦绣二重唱，至少要像南方啊，南方二重唱，对，因为不好意思啊，要像南方的身材，不用啊，因为 Invian 我也是二重唱出身的，所以因为他们的合音给合音。是有最厉害的地方，他们不只有在高山，他们在低山，而且最厉害的是高山跟低山，他们一直穿插在使用，不管是单字或者是词句，吃到的还和声底部度最厉害耶。哇，就和声交织的，没有在发呆，老师投入哎，还用来的弄动向情讲哈，因为我有关注佢哋位社群媒体，佢哋。大概有唱一些cover 的歌曲，比如说名路当播唱大家一听到一堂，因为佢兩場最近唱得當好，希望大家不管喺後生人也好，也係講長輩也好，給他們多一點鼓勵，之後當希望安尼後生人。對，而且他們這個唱跳都可以，對啊，還可以跳是不是？哎呀，所以你們很多元很多變，一定很棒，好不好？請讚，來，看一下嘉亮嘅本書啦，歡迎下童文成二重唱嘅本書。跑跑向前跑，剩下混混老妹妹。哇，真的感覺讓人馬上就變年輕了哈！哎呦，正經的，回到我小時候，哎呀，小時候，這個時間，哎呦，這首歌真的，我還沒出道的時候就已經有這首歌，還沒出生就有這首歌，你還沒出生。但是你如果找不到工作的時候，我有認識一些其他的酒店的老闆啊，可以介紹你。童文成二重唱嘅本書。看，你對佢吹誒，一出事冇強勇誒，一下就攞個跳下個加拿大南部男孩變下去嘛。就是掉。感覺上哪一片比較遜了一點。哎，後面的加油哈，好不好？哎，不要輸人，輸人不出陣哈。好啦，好了，真的是阿妹。哎，恭喜哦！希望你們這個發展越來越，這前途越來越光明，好不好？好，謝謝。什麼兩位？謝謝啊，回頭休息。可以哈。好的。三輪來吹啊！哪片的哈？哎，來吹。好了，給他帶了一條過來，哎呦，走，向前走。你還沒還改啊？是那個跑向前跑那個哦。哎，我居然會唱哎！包偉明的。來聽下巴學哎。一條歌貴都客家語言乜嘅。我跳舞呀！彈過來。哎，手借我。跑向前跑，走進人生嘅美妙。跑向前跑，所有困難忘掉了。跑向前跑，剩下豐富老喵喵。跑向前跑，希望就在挑戰了。人生在世總有心跳。讓困難莫計較，不用怕煩惱，就怕累了。所有夢想實現了。
下纷纷浪渺渺，跑向前跑，一梦就在头前了。哎，手借我哎。跑向前跑，走进人生的秘密。跑向前跑，所有困难梦成了。跑向前跑，剩下纷纷浪渺渺。跑向前跑，一梦就在头前了。人生在世动有心跳。艰困难唔好计较，向下烦恼向下累了，所有梦想实现了，实现了，实现了。跑向前跑，剩下纷纷浪渺渺。跑向前跑，美梦就在头前了。跑！哎呀！学长学弟好！哎呦，两位好，哎呦，哎，哇，真的感觉让人马上就变年轻了哈！哎呦，正经的，回到我小时候，哎呀，小时候这个时间，哎呦，这首歌真的，我还没出道的时候就已经有这首歌，我还没出生就有这首歌，你还没出生？对啊，你看这首歌还可以延续到现在，你们年轻人还听得到，还闹后堂嘞。我两条够 Q 整个动男的，哎呀，永半男，因为这首歌太经典了，对啊，那个他之前那个跑那个动作超快，他那个脚好像是叫秋蘑菇跳空用嘞，对啊，他那个感觉哇塞，那个舞太难了，好厉害，所以我们为了要颠覆那个传统那个既定印象，其实我们想了很久，大概练2天吧。哦，臭屁耶！不会啦，台大同摸憨嘞，请给一条同摸憨嘞，他们现在 case 很多。自从我们之前比赛之后，他们现在 case 很多。哦，真的，哎呦，我们节目要有这个效用啊！还有这红牌，走的，对啊，对。哎呀，那上讲啊，我哋客家人动手跳舞嘅，他们上用俩上方式，不然下多人感觉我哋客家的他们做的做动作还后生的东西啊，也可以用街舞结合啊，对啊，就是其实客家也是很有现代感。不要想到客家就好像那个老山歌啊，山歌子啊，还有这么年轻的东西。哎呀，大班人唐龙啊，你客家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唐山过台湾没半点钱嘛，客家本身。那个不是没半点钱，是没有带到钱，没有带到钱。除了2条，还有1条伐树机。伐树机，谁没人讲？天空都属于。对，好，哎。好了，哎，表演完了，学长学弟，唱情商公平哈，有2题。师傅啊，师傅了嘞。哎，师傅对哈，你很多歌曲都跟他结合的。对啊，哎，曲头咧表现动精彩啊，精彩。哎，因为像讲哈，个客家的歌曲又会跳又会唱哈。我曲头看到我未完成的梦想。啊，真的吗？俩周唔得周嘞吗？我还是可以做啊，但是跳不起来。跳不起来是？跳不起来，两个有料的。不过曲头唱跳的歌曲哈，最困难的部分就係講，因為跳，喺我骨頭唱過，所以曲頭後成骨頭自家創作。加個新嘅空間，所以客家一個沒有冇呢一種團體嚟，係啊，所以應除咗動期待後輩來發展啊，真的哈，真的，對啊，可以創造出一個客家的一個年輕團體。冇法度啊，重歌冇比平音好，我們要找別的路走。客氣，好了，你抽對了，快兩個分數啦，來，李浩審個分數。又不會變下嘢，可能三殺又讓人哋用殺嘅嘛。對吧？然後你吹，後面還是也有3個。那殺下來有咩冇簡單咯？殺下來哈。又唔會緊張，應該會驚。唔會驚啊，唔會驚就好。用板講，用板講先下一籌一下。誒，佢阿半亞嘅學長學弟團。謝謝，張國雷了，嘿，你睇下。
好了哦，杀好了压族，擂台族诶，最好的 GV 啊，根本是加美落咧，王心怡带来5，哎呦，打扮着要叫的模样，哎呦，一条歌的改编客家话用的名字来讲来。罗斯峰，迎下罗斯峰，迎下罗斯峰，也不用得门后的。哎呦，这个不错哈，这个我。手几周的嘛？哎，这个我框了，你框了是不是？我懂。哎，小姐们来，一起框。反正现在流行多人运动嘛。那我去切个水果盘了啊！等一下，哎，等一下，不好意思，那个钟一晴我点台，钟一晴是不是？哦，阿苦外面来嘞，阿苦有没有很辛苦？阿不亚还会出了4条路啊！哦，阿勇啊，还奇的有吗？哎呦，很奇怪的哦。哎呦，很错老看，错老啊，因为错唔咯？哎，连那旁边就错了呀。日本有在门口等呢，条下有行到嘅广播嘛？哦，聊 V 黑。哎呦，好妖艳哦！是吗？哎，你脸上有脏东西，尤其是你脸上那个痣，好美，非常脏。哎，你要坐中间呐！我坐中间啊，坐中间。哎呦，你看你吃嘎就让硬要隔绝我们2个。我被要求说手要伸出来，这样看起来腿比较长。不然你要打开也是可以。不太行。没错，给他们脏东西打开应该收视率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帮你录制草莓上去。哎呦，作者访问呢，哇塞！你今天是真的被制作单位玩坏掉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就是惹到他们什么了。对呀，为什么要这样弄你？为什么要这样弄我们年度赛这些参赛者呢？真的是，而且我的本来痣是在这，他们说太美要点在这。因为太美要点在那，这话怎么我听得有点生气？点在这里有点古典美啊，点在这里就变张秀清，有没有？哎呦，就冲给嘛茶簪没啊？茶簪，来。对，为什么想要改编这首歌？
其实这首歌是我跟我的好朋友去 KTV 必点的嗨歌。哎呦，对对对，所以后来发现，改编好像可以试试看这一首歌。所以你内心里面也是想要当舞女，也是有这种舞者的灵魂。这是对，其实也算是圆我的梦。哎呦，真的，正给，哎，那赤道给青蒿中医耶，他很喜欢演戏，他各种角色扮演他都喜欢。真的，上次公杯婆，嘿啊，公爸婆没，公爸婆，然后这次哎，你对节目的付出真的很大哈，真的感谢你哎。好的，你来做个长期来宾好了。对啊，好啊好啊，助理主持。可是我很怕下次不知道又要叫我做什么东西。没有，你就助理主持，你坐楼哥旁边就好。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多少让他在门口等。但是你如果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有认识一些其他的酒店的老板啊，可以介绍你去。又是关公系列是不是？女关公系列。哎，没啦，正经呢，杨英子呢，周大班还带舞群来。对。还有阿群妹嘞，是梦龙 V 啊。好。哎，旁边这位好像也不错。哎，不错。我刚说了一起框了嘛。一起框了是不是？框是什么意思啊？真听不懂哎。听不懂，你也听不懂哦。好了，冲水。乔安你跟那个大班哲伟，哲伟老师，台生吼，昨天冇安排，昨天冇。昨天。有一個身體較好啦，坐了排泄哦。有一個身體較好誒，媽媽上，好啦，跟他一起框了嘛。各位觀眾啊，看那個畫面啊，我們最近很流行兩個字叫獵奇。我是覺得在舞廳有個沙發這樣坐的還蠻奇怪。我覺得你們現在看鏡頭擺一個 pose 就雜誌風，時尚雜誌風。看頭前，來3、2、1，咔嚓！你看我多厲害，掌聲鼓勵。有哈。有哎，有哦，有哎，他改出那個雜誌發當他們第一期封面，就是獵奇。新一班總演這個雜誌係哦，總演這個雜誌。講哈，因為必須嘅時節都演出出來，其實新藝本來你懂到誒，很多的不可能。當然啦，你各位從我懂後來，吃到咩沈夢亮 V， 這個舞蹈老師哈，阿 King 來說。他真的是鍾一晴嗎？當然不是啊，你是哎，不好意思，制作單位可以弄一下那個照片在他旁邊嗎？鍾一晴，阿 King，你知道鍾一晴是誰嗎？哦，鍾一晴是我們這裡很，你去照一下鏡子就知道，鍾一晴就是長這樣。哎，後來今邊嘅之後被人講話，冇輸哦，冇輸，剛剛好神，冇輸哦，冇空要風格，而且我覺得他心機比較重。怎麼說？他把羅大哥拉出來，我好意思給我怎麼好意思？你怎麼不拉我？你剛應該拉吉娜。對啊，你想拉吉娜拉不動，對不對？怎麼可能？你只要小指一勾，我就跟你走了。算是他拉我，有加分就對了。吉娜是用拖，用拖了。不用，我會自己來，我會自己搞來。哎，等會快來表演，等會助理。好，來，可以下本書。可以了，抽了張，等下忙抽誰嘞？抽燈咁我較大啊，係啊。好，來看本書了。哦，看一下馮心怡嘅分數。然後宋玉竹PM的分。高分呢，60.7，是夢龍 V 先生，謝謝兩位老師。可能你剛剛把我拿出來有加分，我覺得好像扣分呢。你本來那個0.3應該加上去的。對啊，因為羅哥就自己在那邊這樣。可是羅哥演得很盡責，他演那個有那個台中恰恰都出來。對，不是就突然就回憶很多。好啦，容易。好了，殺下來係捱。鬧夜吹夜，sunshine，好 ，sunshine，什麼意思？就是他故意要說他們是三帥的意思嗎？你看了就知道到底帥不帥，好嗎？待會是臉呈現臉們，這樣嗎？好的，唱歌啦啊！嘿，嘿，嘿。你總係要到我嘅電話號碼，3係愛做佢做無卡，但係佢啲係在講法，因為佢將了從伊類化，唔係愛啲兩邊自家嚟跨，寧向上睇你可用什麼？點點水我做對做個阿爸，到底愛哪樣啲較差？愛落地講情話，三分兩愛放假，別小氣，別傷心，永遠都唔需回答。讓愛情波波，自
你你愛勇敢，做你老也個愛勇敢吧。世界好好用送嘅方法，本心情只有嘅放暑假。假使講有意義，有像意義啊，就在記憶中發一個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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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記憶發一個叉。就在記憶中發一個叉，就在記憶中。按照浪漫中來，就讓他們三個打，看打什麼時候。發一個叉，就在記憶中發一個叉，就在記憶中發一個叉。哦，哎，重賞落一下好嗎？哎呀，拜託，他們臉都腫了。來，唱，麥克風，哎呦，很有兩題，麥克風。哎呦，記得也團表演之前，以前喺啲節目當中有表演過。中秋節嘛。係嘛，中秋節有表演過一團，係嘛？你講啊，吃到200比送100哦。不一樣的歌。對他們上次出道，他們這次應該是要散團了。吃到差不多，這種默契上可以了，沒可以當紅可以了。浩神想要創造團，你們是要散團。嘿，去家裏講一下，來。哎呦，我們今天拿到麥克風啊！對，講一下你們的心路歷程啊。心路歷程。我現在是腦袋空白。係啊。冠軍。團長啊，團長。用嘅呢，我講乜嘅？隨便講啊，就是你們從組團到散團的心路歷程。哦，我感覺我只講係天唔會該跳舞嘅，天唔會跳舞，記得有個底子啊，哦，嗰時候呢，我練到人仰馬翻啦。人仰馬翻嘅，結果他們會後空翻，會前空翻，他只會人仰馬翻而已啦。哦，嘿。我要種結合哈，講真的，沒親手間啊，非常少見，非常少見，對。對呀，這對安尼客家來講，我們一個創新啊，也是一個創新啊，真的，而且3位的顏值那麼高，誰還會那個口技表演？對啊，好像聽說有人會口技，會口技，係我有練，你有練哦，係我有練過，咩 boy 啊，一撒落，嘿。海鮮，好，你先啊，松柏，羅哥有說有在健身，但是單手伏地挺身要回去練一練。哦，不知道練了沒有？來者不善呢。我有說啊，有，我有說回去練再回來，對。羅哥今天帶了更精彩的3指的，好不好？3指，他真的比上一次壯很多，有壯很多，有，為了你再練了一下子。來，讓天拿3指哦，單手的現在好不好？好，很厲害哦，3指。好了，這樣還討，我有點要反彈的感覺。3指單手啊，單手。下次來練，下次。哎呦，羅哥，來，不敢。不是。我等一下會打陀螺，我跟你講。做地板動作，會做嗎？來，看一下。單手嗎？還是3指？都可以。一指就好，一指。羅哥。正陽改。先往前跑。來，那還可以吃看那嗎？好來啊，冇啦，全部錄一下呀，冇啦，你嗰個傅成粉帶來冇空用嘅表演呢？還那個表演？哦，他是2支的表演。上次是不是耍劍？耍劍哦，那耍劍真的耍得好帥哦。你今天要繼續耍劍嗎？沒有，今天耍掃把。標槍。有聲音哦。等先賣個關子。很會哦。是。聲音哦。BIV 起家，哇！全 P，黑唔黑？
那周队长，你可以拿一下你的武器。你给我磨练呢？5年，5年没练。哎，不过5年没练，还有这个底子，真的是还不错了。给万勇反他了。对啊，哎，2个都表现过了。对啊，团长来，来咯，因为我表演该口技，压箱宝。压箱宝，来练就比你们绝对厉害的，真的吗？哦，真的哦，期待，真的。来示范一下直升机。好了，哎呦，直升机，我用麦克吗？哦，天哪，好像哦！掌声鼓励。来，看将啊，我也将最我也。哇，今天跟老师来开心吗？很开心哈，很开心啊！老师刚有耳提面命说要笑，开始前有没有？大家都笑得好可爱。来示范一下直升机。好了，哎呦，直升机，我用麦克吗？哦，天哪，好像哦！掌声鼓励。那不是口技吗？为什么？对啊，你的口在哪里？胸口啊，胸口，还有胸口跳哦。就还有吗？还有，听应该就会哦 F1，嘿。自己笑。哎呀，是我想要拿电蚊拍出来了。还有没有练撞车？还有撞车啊，F1 撞车呀。还有一张柯文哲，有没有很多？柯文哲柯批来的呀？垃圾部分蓝绿了，不好笑吗？有时候吗？没有了。压轴是柯文哲，哎，压轴会柯文哲。哦，重伤了，重伤了。有时候点到为止就好了啊。没有，有时候笑点是在齿力的问题，就是那个齿力无下限的时候，没请口谁了。有，我知道有些穷。对，有穷嘛，至少给懂有型了。嘿啊，有型嘛，连三位。还有3位表现的真的很棒哦！好了，来，欣赏共评。这个来欣赏。我觉得这3咋来懂腔啊，那个腔不是客语的腔，是很腔的腔，是不是？不是小腔的腔啊。我觉得很有反差啦。对，我看到其实还蛮有趣的，对，还蛮好玩。那希望有机会也可以一起合作一下。哇，你今天要帮好多人，你要帮全部的人做，是不是？他每个都要合作哎。哎，萧嘉乐老师，你怎么碰到我，你都没有跟我讲说要跟我合作？对啊，有荣幸吗？懂点油咯，真的哈。不过没钱呢，周代没有钱也可以，也可以哈，没问题。好，罗哥没问题。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大家都走出自己的风格。对啊，我觉得。那个这样子锵锵的也是，就是大家很开心，对，非常好，神奇啦，没错。带本太这个欢笑，所以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看锵锵的东西，对啊，真的，对，这一组表演真的蛮锵的。闹热sunshine，快下组锵锵的表演都能拿到一朵。闹热sunshine一个分数，哎呦，不差94.3分，帅，这竟然会输一个舞女哦！哈，跟没应过吗？好了，我们闹热队已经表演完了，对，压箱宝在我们这里哦，按你分数唔定用版了，那吃到来租出来以后，应该冇蚂蚁蒙嘞。啊，真的，因为赢了有1万块，有1万块呢，有1万块呢。对啊，所以你们等下保佑下一组表演要表演的要失常这样，当然不行，很烂很差这样子，好不好？好，谢谢你们，谢谢。安子 C，多加，好了，在一边当草哈，好的。好，刷好了你还有一组非常的国际化，哎呦，国际化，对，跟 Gaga 你吗？哎呦 ，Lady Gaga，Lady Gaga，一个巨星的诞生，冇错，改编成嘅客家歌。哎呦，客家改编客家歌，哎呦，看有乜个违和感？哎，啥嘞？你嘅陈云叶带来《Bad Romance》。哦。愛係將世愛，愛係將世愛。
来来来来来来，来看江阿来的江西妹的，我是江西妹。来来来来来来，来看江阿来的江西妹的，我是江西妹。哦，我的身材，海风的声音，浪漫的情怀，明明眼神的迷霞。我是江西妹。粉粉的面发对你轻易打开，甜甜的笑容就是你给你爱的迷霞，身材的迷霞。看我呀身材，很爱江西妹，身材很厉害，动江，明明讲爱是江西妹的，明明跳嘅太浓爱，我就是本领太薄，明明讲嘅阿妹爱，我是江西妹，我是江西妹。来看江阿妹，江西妹，我是江西妹。对 Q 爱嘅人，排除上到愛主動分享。對 Q 愛嘅人，排除上到愛主動分享。Q 愛嘅人，排除上到愛主動分享。對 Q 愛嘅人，排除上到愛主動分享。明明講愛係江西妹，偏係你跳嘅太傲慢。我就是本領太薄，明明講嘅阿妹愛，我係江西妹，我係江西妹。來看江阿妹嘅江西妹嘅，我係江西妹。哎呦，江西妹，條歌而家撈到不都客家歌嘛？係啊，江西妹，來，對，哎呀，羅哥，來，小朋友，來，提條錢啊！哎，要說爸媽，我上電視了。他們是你的誰？學生，學生啊，好生嘅啊！好搞地波讀嘅嘛，也係。我不會學跳舞誒。跳舞你還跳舞？你有開舞蹈班都跳嘅呀？對。有開舞蹈班啊！好厲害。哦，今天跟老師來開心嗎？很開心哈。很開心啊！會不會緊張你們？還好啦。老師剛有耳提面命說要笑。開始前有沒有？大家都笑得好可愛。哎呀，我想我屯 Lady Gaga 歌貴多。因為 Lady Gaga 就是比較，覺得她更為有個性的感覺，對。那就我也想嘗試一下有個性的。尤其搞個特色。哦，那應該把豬肉啊什麼粘在上面。肉片裝，這就普通了。對啊。會更有味道哈。就是有烤肉味嘛。烤肉味。我們預算有限啊，預算有限。好啦，的表演的，唱那個有兩瓶 King 歌。我除到吼，我看到你表演咧，動感心。我除到吼，還有一重點要講，我本時我跳唱歌嘅時陣，用接觸下客家歌曲，用這種方式來參與，我覺得。客家環境，那族群的變合法了。對，猛衝，對，製作單位很用心，一種用心，這也是我們的宗旨啊。哎呀，就是希望讓更多不同族群的人可以看到啊，還有喊他都會好上癮嘞，聽下嘞，經驗你客家的世界，猛衝，好，安尼來，講題來評分一下，好，來看一下陳雲一嘅分數。
哦，94.7。94.7嘞，嘿，不差不差。含低啦，含低啦，给他改了再看下嘞，好不好？统计一下，嘿。好，谢谢啊，谢谢你们啊，谢谢。老热吹呢，嘿，总共分数的284分啊。284分啊！哎，你擂台吹太高堂好咯，285.7分，擂台吹赢嘞，得到100票，恭喜擂台吹。所以加个后空翻啦，有的磨个，有的磨买好啦，对啊，磨好啊，年度就会养啦。对啊，所以西门喊的还有好用。当然哦，叫做可以俩三足黑嘛，用尽全力嘞。对啊，那就恭喜擂台队啦，恭喜你们啦！恭喜擂台吹得到100票。好，安尼也流行歌曲就交替了哈。交替，可能本来呢观众朋友唐多啊，无空用诶，就歌曲啊改编到客家嘅語言吼，有無共樣嘅感覺吼，冇錯。係啊，大家繼續看，因為實際行啊多無共樣劇目嘅節目，俾大家看。係，安尼先多謝辛苦嘅編輯先生啦，謝謝老師，謝謝啦哈。好了，我哋看傳統主文用嚟編啦哈，可以啦，可以啊。上一邊也好上用啊，有樣哦，帶糖嚟本身。一邊也老啊，上一邊也。家長都信，對嘛？編曲信，啊年也信，歌上咩信，又好上。啊，加前面兩邊編曲信，啊年係咁樣老嘅。係啊，今日流行歌曲組啊，真係啊，精彩，老熱吹熟睇的，熟睇應該啊，擂台吹一些阿妹當然會贏，點到大半夜怪也會贏咗出嚟，唔係，佢哋表演咩非常嘅精彩啊，真係，加個按到經典嘅歌曲嗬，經典嘅歌曲改編到人哋客家語言，冇錯，哦，你冇空嘅感覺哦，條都很厲害，後堂，好，一沙下來，安尼傳統組嘅特別氣氛，你看那就飄上癮來了，哇！嚟，用用嘅變下嚟，欣賞嚟，李秋霞先生，嘉琪貴先生，黃皮樹先生，好啦，我哋唱黃皮樹先生，帶來太普跳，太普跳很容易跳嘅，嚟，唱過來。山那個衝那心嘛哪裡開喲，太陽路給唔行啊一度上。
哇，有看到啊？嘿，要懂我示范哈，哎呀哈，要注意看，原来一种小调的传统的小调，但一个西欧的元素的地方。哎呀，这个就有新意啦。唱嘅民谣啊，唐有唱民谣。一條歌電影嘅專輯度方有表咯，有嘛？有產業嘅叫曲嘅嗰種。對啊！所以俺要播出一件深夜人嘅哈，要恭喜佢呢邊嘅金曲獎。有外頭還有老弟嘅，你看握手，你知道？對，傳聲你要跟我握一下啊！跟我握一下。哎呦，我有得過金曲獎。我啲啊，開玩笑咧，對嘛？有愛有 TV 啦，有，恭喜你，充滿好。謝謝你的這麼好的示範哈，謝謝。好啦，TV 係硬鬧熱吹，仲用曲打嚟平板，叫用平板，我嚟改編，咯，係啊，改編有新意哦，嚟彈看下吼，嚟。就是我哎 ，swing 哎。哎呀，安尼，你看安尼传统的歌曲诶，用木工用诶编曲落去就是哈，木工用是米头，所以安尼以后按出床的时间要做来用那种爵士。做的啊，做一个就是我的版本做的嘛。可以哈，但会不会很荡呢？啊，会不会变荡？不会，就强松嘅气氛。客台说可以就可以了。哦，客台说可以。要抢模拟他。那我们每一集就变一个。变一条风格。哎，尽量不要。偏偏要怎么办呢？
哎，轻强松轻快。对呀，按那个嗓音又按后嗓哦，因为嗓音越变越后嗓，有样嘛？有样哦，要带痛的来你本身。越变越弱，啊，嗓音越变越。跟切对唔係，因為人哋根本有適當人家頭膚管啊。好是的啊，是吧？有適當嗎？有適當。點樣衝冇強用吼，然後平常時衝嘅風格是演唱過用的爵士風味的，衝喺上台跳過。唔是呢，我唱嘅幾年三個中規中矩啊。第一擺嘗試安尼，吃到輕強鬆輕快。用幫你感覺，係啊。你輕強鬆輕快啊！我你唔曉跳舞啊，你都要你經驗嘛。哦，我隨着那個旋律呢，就是兩種 swing，就係聽 hip hop 啦，聽 hip hop 嘅衝音嘅聽 hip hop。古時候有這種感覺。哦，以後出去嘅時間哈，出去都要表演，要做得哎呀，哦，用一種旋律來哈，一種跳的來編款的，咩種味道？傳統新唱哈。對，好，阿你記唔記？嘿，用一種方式哈，爵士樂來唱啊，平板。鄉曲嘅聲音吼，非常亮調。呀，大家就能夠肯定的哈。啊，不過你有幾隻缺點，而且阿人講下，你要會進步哈。啊，你冇講見聲音冇人講嘅缺點，嘅缺點咪浪調哈，聲音好啊，台風非常好啊，尤其以前那個唱揚琴都是唱平安啊話。揚琴都是慢搖，慢慢變唱到好，唔唱到好啊，特別細細啲啲嘅，唱到叫住咪。好啦。而家就會輸音嘅時候注意，啊，你聽一句溫暖到來的類似，啊，你輸音，你哋大音嘅所在可能你就會注意，你我上邊有講過，高音嘅準啊，中音嘅軟，大音嘅穩嘛，啊，所以你咧中音嘅時，大音嘅時間，你這邊嘅多少，氣比較還不足，所以你運用到比較還冇好哈，所以鬼數講起來，你唱得清楚，但是我哋講嘅小缺點，你係貴精咯。謝謝。你們那個真是比賽按樣嘅都嘛咧，冇啊，用當做進步啊。看好記啊，看好鬧嘢吹嚇，做唔得，我看人哋裏頭吹。講到其實冇分嘅。嗌鬧嘢吹嘅對嘛？誒，咁樣一般樣嘅啦嘛，係啊，馬東邊嘅樣。你樣我地講唔會拿到呢。係嘛？阿盲弟啊！加油！你可能看錯那個片嘅線數啊，就知道人哋不一樣。其實那片有幾冇啦，全部盡力有嘅啦。來，看一下幾個分數。中用 Q 嘅分數。做得嗎？做得冇啱啲咧，唔係做得吧？做得冇94.7分。你看後背安尼個鬧嘢吹假喺度，分數一樣嘅當做得。加油！好不好？加油！冇問題啦，你兩曬後上一批嘅。好啦，阿你謝謝咯，嚇。係啊，有閒時間做嚟呢節目唱歌，我們大家睇。接着來唱。好，阿子謝，多謝，謝，好，係。我嚟嚟吹你。好，嚟吹我呢嚇。係厲害嘅吳權元帶來羅山歌。哎呦，羅山歌叫樣編呢，好嚟聽好啦。愛唱山歌。表心意難，夢遊
高唱出。传万里那。天下足球，要冲浪，是太阳。传扬啊，哈嘎尼哟，全因这个音乐上音冇停下来，你用三感。对，没，因为感觉上吼，应该一种表演的方式，一种编曲，因为啲国家剧院，有冇？嘿，冇错。哈，交响乐团、抒情曲那种啊，表现完以后，冲得以后，哇，大家起立鼓掌那种感觉，有冇？啊，我感觉吼，山歌最难唱的嘛个。嘛个？佢外都有老凤珠老师嗰種係徐志聰擁有，我感覺因為講音唱出版本咧，王鳳珠先生嘅版本，應該唱老嘅唱用。哦，有一些挑戰哦，做得啦，做得冇問題啊。最難就係個徐志，徐志，any 係 O 啊、六啊、佢你那個複製貼上，你那個唱嘅一模一樣，我感覺呢係我。一隻挑戰，可以講現出創出個人嘅咪啊，對嘛？要創出人嘅咪絲啊。而家撲嚟當場。哦，嚟當場，佢起下床都得。因為也就是抒情歌嘅嘛，就清唱啊。對啊，你加咩嚟當場啊？係啊，哦，也係咩清唱啊？嘅清亮練，真件都冇下清練真。所以更加下唱嘅係用開。佢跳一首係海風，跳一首海風，後背咩啊？後背詩煙嚇，用海風嚟唱咪而荷塘，荷塘啊，荷塘嗬，係荷塘，哦，荷塘冇，當荷塘冇先生，荷塘冇先生，係啊，幾個先生，幾個先生係，好，哎呀，田園，佢所帶來嘅老山歌，技術。佢用嘅係海陸強唱，第二首就用人家嘅試驗唱，試驗山歌。佢本身坦白講，人家佢田園小時，佢唱老山歌，坦白講冇法講，佢本身因為海陸人，所以咬也是咬到相當真。係本身試驗人，坦白講，我哋咬也是就冇人講。加印糖嚟印燒啊，對啊，真啊。所以講海陸強佢也唱得相當好，不過佢專業也好，佢本身騎呢韻，哦，也做到相當正，韻腳也做得相當好，好讚！來，田園嘅分數，來可以哈。哎呦，哎呦，哎呦。
讲好诶嘛，叫做4.7的，哎，嘟嘟好诶。对啊。哦，你是韩腔还不会唱对吧？哎呀，真嘅用书呢。哎嘛，哎摆些。看嘛表演用用。你去咧国家剧院表演过。哎，有那种感觉嘅，还有嘅。对嘛？那种有嘛？所以对呀，这种场面来讲，哎，小 case 啦。哎呐。对嘛？我講啦，咁我學習啦，有按樣嘅機會唱按樣嘅路上歌，真嘅也係一種挑戰。對啊，還有一種新的編曲，哦，有新意，有編安尼客家一種傳統的歌曲，又編的是有新意嘛，對啊，他個不妨安尼有嘗試彈看啊，咩咁可以好啊？冇強用嘅編曲就冇強用嘅感覺，冇強用嘅衝強。哦，按這些呢，多謝咧，好，謝，好，專業非常錯哈，哎呀，兩個都平過的哈，平分的，說啥好嘞哈，啥嘞，好像變下伊嘅，有上主。然後呢，出現免橋，陳免橋嘅帶落去，米濃挑，哎呦。亚章的人都新，对嘛？那编曲新，啊，人也新，歌上咩新，好，加前面两位编曲新，啊，人还是同样路，天啊，天啊，做嘛不人客咯？做一個啊，哎呦，喊出，哎呦，天元之子啊，一定係動力開，呀哈，就係新鮮人啦，山歌新鮮人。好彩有其他就啲經驗傳承，哦，走去攀爬後生人怎會一度哦傳種東西，傳承下來，傳承下來。如果佢自家創嘅歌聲有冇嘅增加人嘅轉變？人稱那個苗栗鄧紫棋。那來一下鄧紫棋的歌啊。You took my heart away, away, away. My heart is blown away, away, away. 你就是傳說來自天堂的
总书记呢？好会，没有那个邓紫棋，赞赞赞！那个一点点的那个邓紫棋的味道。你鼻音再多一点，你就是台语界的蔡秋凤。所以你要蔡秋凤还是要邓紫棋？邓紫棋好，邓紫棋啊，你会比吗？给人还有伤的嘛？对，你看亚洲有新意哈，新意的某公用，来，佩楚老师也改编很多新的东西啊。我听到 Minkyo 从2条歌哈，我的歌动清新就改成这样子的版本，其实它让整首歌的风格都更透明了，我觉得是有那种很轻松的感觉。然后我感觉哈，后上音走的安用音虫，其实弹起来动很舒服，然后也可以让这些传统歌被更多年轻人唱。我觉得这样子做非常的好。好，来，看一下大家分数，好不好？陈明桥嘅分数。整个围炉啊，有点就是抽的时间在点啊，一爽。冲不点用一挑。你看冲不点，围炉他没教。围炉他只是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颜面神经。看一下大家分数，好不好？陈明桥嘅分数。我们闹热队，加油！95分，好，他前面94點是95，好，95分，哎呦，加油啊，加油！真加嘻嘻的哦，好啦，繼續加油，好，加油！好了，好，殺下來人來做嘅新鮮人編下去啊，你陳子怡帶來3個字，哎呦，好，樣樣改變呢，好嚟睇下。
哇，好，还羡慕，谢哦，什么，你好，又见面了哈，又见面，哎呦，两位好，哎，你们练这个多久了啊？2个礼拜。2礼拜。恐吓练2礼拜。嘿，2堂课。但是问题，人家都之前练呀舞蹈已经练1多年了，终于要弄基础啊。嘿啊，我比他们久啦。哦，你比他们久。学姐就聪明。哦。加阿婆之外，慢慢的培养。哦，培养去了，系啊。难怪伊面对人哋讲条都唔会讲。唔会讲，指示他哟。对呀，但是人家冲的时间，因为比如比掉的，叫冲的时间是点。冲的时间点的。讲会走音啊。哦，讲会走音啊。要种方式。跳这个舞要出很大力。哦，黑啦。他跳一支舞就快流汗了。会吗？对啊，我看好像很简单啊，就摆一下。因为他们有那种定的动作。体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真的。对啊。按那表演特的哈，来，唱欣赏的公平。唱秋下欣赏。小朋友哈，能够有机会慢慢的训练非常好。嘅动作方面各方面都冇法好講啦，嗬。三位身材也清楚，唔過你嘅拉丁森巴運用練嘅客家，亦都同嘅風格啊表現一動特殊，嗬。張家頭前呢2位楊曲全員嗬，免嘅佢哋都表演非常嘅好，嗬。本隻故事唔過就會記得聽一記啊，嗬，問咗。故事啊，缺點慢啲講出來哈。還有缺點。聽一記就太聽一聽，嚇聽司機傳情意，嚇你啊當你嗱這字唔係平，要注意，你做歌嘅同你要注意哈。品質要注意哈。還有聽司機傳萬里唔係里，傳萬里，用上里冇里。唔俾人唱個離體又唔睇咧，傳翻離，記得啦，離莊唔係離莊，記得嘛？你親手講客家話，我利用你嘅機會嚟講，你專業好好學，係阿婆慢慢嚟教你講客家話。我希望電視機面前嘅朋友，教細人多多講客家話。你講客家話唔講文化就會滅，你要非常注意。注意啊！好，跟住。先生，看睇起來很樸素咧。係啊，真啦，真係董永信，係啊，董永信啲練習嘅聲音咧。來，看一下佢嘅分數哈，看一下陳子怡嘅分數。哎呦，好，你賺到94.7分咧！你阿譬如收過人2.3分哦。不好意思，看到陳美儀咧，唔怕。哎呀，拍謝啦。好啦，唔怕，唔過稱讚啊，這個表現都挺好。好好的努力，再繼續的加油，好不好？我家有一個匾額。寫4個字，3億之光，希望改天換你哈，家裡有一個匾額，好吧？等羅哥用不到就送到你家，兩層意思嘛。好啦，師夢，謝謝啊，謝謝兩位同學哈，謝謝，你最好回座休息。好啦，3號來，然後演出嘅，陳美儀帶來《騙子歌》。哦，新的創作者，創嘅種歌嘅，我默嘅嗰種變化。佢完全冇強用啊，有跳堂到一系列哦。張阿爺離來呀，心願許哦。騙子來不能比，阿爸們用愛需要乜解喲？愛也是主從來超強勢，愛像是超強勢，愛是主從來超強啊，是哦，那愛喲，超強是哦。
骗子来跳分分。阿爸们用爱需要嘛解哟，爱也是果子来接纳出，俺相信接纳出，爱是果子来接纳出咯那。心跳他，阿婆们用爱需要嘛解哟，爱也是算是不啊跳感冒，俺相信不啊跳感，爱是算是。哎，真的懂腔，而且跳那个前腿状，有冇？榴莲的葱，哎，真的懂腔了。你要懂困难呢？困难吼，困难吼，懂困难。你讲改变嘅傳統嘅歌嘅。係啊，尤其係傳統嘅山歌，你應該算係小跳，小跳，你係係世界世界主動嘅加工。這樣鋪充半日藝充半糖哦，世界糖歌都出來啊，所以係懂什麼音響？你係有一點點，有一些音響。其實藝你係練習嘅時節，我想到佢愛顯那個中國嘅時節。阿公會來演咧？係，佢哋係猜田檔類啦。哦，田檔愛咧。係。所以世界世界就有各種音響，阿公愛演嘅唱一條歌嘅。我係才改變大球啊！那時候只會打籃球。哦，就打球，應該會教人家講就愛演的。哦，愛演的唱歌。我就知道，愛做用木吉他來編曲。其實可能就用很好藍調啊。有些藍調，有些會不會有搖滾呢？有啲搖滾嘅感覺。要愛唱嘅。愛爭係唔點解唱嘅爭冇？啊，不管爭唔爭啊，糖都懂後糖都會啊。後糖。對嘛？按根本嘅一種挑戰。去做改變呢？最主要是改變。哦，按你傳統嘅歌本，大家糖啲呢，唔係講一定要唱到一爭嘅，對吧？我爭嘅話，平常時按你比賽時節，比賽時節就做唔爭嘅啦。係啊，一動歡喜有呢個機會啦，做對。用新嘅方法去唱成歌啦，對，懂真咧。我吃到青山，佢千杯衝啊！係啊，家人唱嘅時間，加幾個欣賞咩？哦，印點跳呢？印點跳咯，也是嘖嘖稱奇哦，真的，真的。唱幾個欣賞哦，有冇嘖嘖稱奇哦？好 ，ARV 哈，能夠啊，就一客家山歌，改變到一樣是相當嘅不容易。以前人。後生嘅一堂都顯嚟係唔可以唱嘅，佢冇咁樣嘅拋啊！意思講以前呢一種味道，佢唔曉去保留，但是一堂都是樂一彈，佢明明冇想唱就想會唱，有時咪佢對，我不要音樂吸出來，所以我要寫一首歌詞，我山歌傳唱都已經嘛，歌詞強韻求變形，所以也後生人。本來就一來同佢創新，雖然創新，但是按傳統還要保留。對，傳統還要保留。尤其唱乜嘢 ARV，佢一邊唱一邊彈下嘅吉他，同樣唱出人家嘅山歌好味道啦。所以我講希望我後生人啊，冇講
哦，唐乐山歌就冇去唱去，迄尾首歌同佢一改编以後，本一般的上堂都講哦。一三個年叫做來按改，慢慢落學，按簽簽的，然後後生的就會紅起來。對，會接觸山歌人就會越來越多。對，或者山歌就人就後生來，我就年紀簽簽有嘅，只能講保持原本的傳統方面的後生的就可以到了。因為傳統嘅東西還是保留下來。係啦，保留下來。就可以到了。講嘅心意啊。好，來可以哈。看一下陳碧儀嘅分數。94.3分哎呦，厲害！我們鬧熱隊有機會啊！我們壓軸的王志嘎，有機會，好表現一下。等我們保佑他哈，唱歪點。練習一下。唔會，佢稱讚呢，佢根本唔係唱嘅 Baby Shark。哦，安尼唱。王志嘎叫帶嚟乜嘅呢？頭髮佢。頭髮佢啊！冇強樣嘅版本。哎呦，佢已經有改編了。有情愛對有情郎，兩人多情慢慢那裡用，可比襯衫對那裡用，五張個玉點醬油。救命哪裡風哪兒有？
哎呦，调啊！来，挑一轮有冇挑一轮？爱松。哎，哪一轮？松粗搞牛头。松粗搞牛头。没哈。他粗搞牛头。他唔错搞牛头。哦。哎，真的哦，佢炖个围炉啊，对啊，有点就是抽的时间在点啊，哦，一爽。冲不点用硬挑。你看冲不点围炉，他冇安装哦，围炉他只是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颜面神经。围炉是可能那个有没有那个叫什么？有一些冇啦，头瑞正啊嘛，你试试了，冇，哎呀，今日算真爽，今日算真爽。系啊，今日因为按下去喏。系啊。你说头前要不点一下，后尾不点，中间算真爽。因为就参考那个蒙人有欣赏的版本啊，加风来去搞，唔去加感觉。有啲观众朋友感觉，哎，个头发可以啊，那边贵多啊呢，难挑。亚中这样的心意啊。哎呀，传统的东西当然它个糖多啊，贵那种感觉，我冇空用，真的很有看头，很有看头，真的。佩珠老师应该哈，这个有堂哥嘛哈，有堂哥俩啥？你吗？听过这位人物？有，我听过黄志佳。不过我系第一摆堂基重过，天重给重过。挑线我从了到传统嘅歌曲啊，三大调绕小调，我感觉最难嘅地方系，就是它的旋律全部强融。够吃摸强融，所以你要头脑很清楚，你自己唱到哪一段。不过我感觉传统歌曲做对改到。了解奉使，其实动好高，然后像他提腾给时间呢，他在第一句的旋律做了跟传统不一样的改变，可是其实它的结构上面都没有做太大的变化。可是第二段的时候呢，他变了声音，他用另外一个唱腔来诠释。第三段第八度来唱嘛哈，对，有点压低到喉咙这里，喉腔的位置，滚声。滚声哦，滚声是，对。然后第三段呢，他把速度稍微变慢了，那个整个情绪又拉的变不一样。然后第四段回来的时候呢，他不是把那个麦克风拿下来，他把那个当你把麦克风更靠近，你给嘴唇给时间，那个口气会更清楚。所以我感觉喜团同样的旋律，然后做一点点我们在小巧思上面的改变。就会不了就够 Q 变得多元化，然后很有他的心意在里面，所以应该感觉动吼。对，有变化性，不会那种死板的啊，对。可以被人亲后高。对，好棒啊，真的。来看一下，可以拍揪人嘅乜嘅。本来你嘅擂台吹拿到一万K嘛吼。来，可以啊。看下蒙自家嘅分数。95.7，好啦，你先转移啦，迄个是俺老爷吹出的主任啦，唔开啦，好啦，来，我看一下，老爷吹几多分？285分。你的擂台吹是285.1分，耶！差了2.1分，哎呦，挺不念，今天我们满贯呢，1万块就没了，100K 就冇了嘞，哦，恭喜擂台吹，田姐姐子怡还有王志刚，对的，按到了对，没关系，再接再厉，好不好？好，下次再来，好不好？哎，你还有特别启发，好，按你今天节目特别计划到这告一段落，哦。安尼观众朋友应该看到安尼根本也制作单位设计模空用的歌曲的方式哈，他个应该看到有模空用的嗰種，係啦，下禮拜還有啦，下禮拜沒有準時收看，那我也帶入台哦，係啊，唔過還可以記得打天花雷哦，人叫667人，還有傳真天花人227778131，好，等大家來報名哈，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呢，我要多謝。平生欣賞，安子姐，謝謝，辛苦嘞！是夢老年吹還擂台吹耶，恭喜！沒關係，我們下次再來啊。張磊亮嘿，是夢小強老師還有我最欣賞，謝謝老師們，謝謝。小強老師今天很辛苦啊，還有金木很辛苦哦，要編很多曲，還有哦，好了，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強下來，再見，拜拜。